所以我们所提名的候选人，这个学经历第一，他的这个颜值也第一。刚刚大家看他本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后面大家知道。那再来就是他的勇气，还有他的热忱。新竹政治文化要改变啊！如果我们真的不愿意忍受，我们大家就一定要做出点什么。我们知道新竹是号称我们最幸福的城市嘛，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啊。但是呢，在这段期间背营走访我们新竹的各个角落都有听到很多市民的声音也许不是这个样子审计部呢，这个审计的资料新竹市的审计室，我们的审核报告里面也有很多项我们市政的不足包含我们的重大工程的预算的执行率都比较低过去3、4年都是这样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共建设的这个履约的管理，还有品质的管制不良等等的。背营来自国会政党联盟，我们国会政党联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我们也是一个要给人民过好日子的政党今天我们的徐主席徐新莹来给廖背营站台，我们就是双赢。